我最近一路喺度諗一個問題，點解而家好多小朋友日日都喺度返學、做功課、補習、溫書，但最後佢哋其實唔識自己學。後來我發現，問題未必係孩子唔努力，真正嘅問題係工業化教育，由頭到尾根本冇真正教過孩子點樣學。過去100年，教育系統最成功嘅地方，其實係訓練孩子回答問題，見到題目，揾知識點，套格式，寫答案，交功課，完成任務。表面上，孩子好似一路都喺度學習，但實際上，好多時佢只係喺度完成流程。而最危險嘅地方係，孩子慢慢會以為學習就係揾標準答案，作文就係套模板，閱讀理解就係揾一句可以抄嘅句子，溫習就係背老師俾嘅範圍。久而久之，孩子會做題，但未必會思考。呢個問題喺本地學校特別明顯，因為好多時孩子最關心嘅唔係自己明唔明，而係咁樣寫會唔會扣分。但有趣嘅係，去到國際學校，問題其實冇消失，只係換咗另一種形式。好多學校會講 inquiry、exploration、critical thinking， 聽落好似好先進，但問題係，如果一個孩子本身冇語言能力、冇問題意識、冇思考資格，其實佢根本冇能力自主探索。探索唔等於放手，真正嘅探索係需要底盤。冇語言能力，孩子講唔清；冇問題意識，孩子唔知問咩；冇思考資格，孩子唔知點樣一步一步諗落去。所以最後好多所謂自主探索，其實只係另一種包裝式思考。孩子會做 presentation， 會寫 essay structure， 會用一啲好似好成熟嘅句式，但一拎走框架，問題就全部浮出嚟。表達模糊，邏輯鬆散，問題意識薄弱，獨立組織能力不足。呢個就係我而家喺教學現場不停見到嘅事。好多孩子睇落完成咗好多任務，但其實冇真正長出學習能力。呢件事其實好似咩呢？就好似一直有人飯俾孩子食，孩子可能食飽咗，但佢從來冇學過點樣自己拎匙羹，更加冇學過我而家餓唔餓，我要食咩，下一啖應該點食。而家好多教育其實就係咁，學校資料、老師答案、家長筆記、補習技巧，孩子一路被帶，但從來冇真正學過點樣自己學。所以我越來越覺得真正需要重建嘅唔係更多教材，唔係更多工作紙，亦都唔係更快嘅 AI 工具，而係孩子嘅學習路徑。因為傳統教育好多時只係題目答案，但真正嘅學習過程其實應該係題目、觀察、揾重點、發現問題、拆解原因、組織結構、表達輸出。中間呢一段先係孩子真正長能力嘅地方，但偏偏好多學校教育最缺少嘅就係呢一段。而去到 AI 時代，問題只會更加明顯，因為答案會越嚟越平。孩子問 AI 1秒就有答案，但如果孩子本身冇觀察力、冇提問能力、冇拆解能力，咁佢只係有等老師俾答案，變成等 AI 俾答案，根本唔係真正進步。所以我認為今日好多學生真正需要嘅唔係更多答案，而係一條佢睇得明、學得會，最後可以自己行落去嘅學習路線。因為學校俾咗資料，唔代表孩子知道點樣學。一篇課文，佢可能根本唔知重點喺邊；一張工作紙，佢可能只係不停揾答案；一個考試範圍，佢可能只係背內容，但根本唔知自己理解咗啲咩。真正有效嘅學習，唔係抄低答案，而係孩子慢慢開始知道
呢份資料其實學緊咩？我卡咗喺邊？我第一步應該睇咩？中間應該點一步一步諗？最後應該點樣講出嚟、寫出嚟、用出嚟？當孩子開始有呢條路，佢先有可能由等答案慢慢變成自己識學。下一條片我會直接拆一份真實學校工作紙，睇下點解好多孩子完成咗任務，但其實從來冇真正學會。